欢迎收听8月3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撒母耳记上25章1到22节，这就是他，这就是将来要成为以色列君王的大卫。不过在今天的大卫非常真实的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被触动怒气的人。被触动怒气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自然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当我们遇见那些让我们愤怒的事，我们会有怒气。然而有了怒气之后就更要小心，如同我们今天 RPG 要祷告的经文诗篇37篇第8节说的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当我们心里有怒气，不要让我们自己一直在那怒气的里面，因为在那样的状态下面，我们可能接下来做的就是得罪人、得罪神，甚至得罪自己的事。而这段话说，唯有等候耶和华，唯有等候上主的必承受地土，要去经历那个因着等候主而领受的产业跟祝福。这样的一个经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但也是要让我们更加的警醒。第94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，威尔史密斯非常有名的演员，以王者理查首度拿下了奥斯卡影帝。上台致辞的时候，他还忍不住爆哭。而我们继续讲下去，你就知道他爆哭的原因。因为隔天出现更多关于他的新闻，不是他得到影帝，而是他掌掴这个奥斯卡颁奖人克里斯洛克。因为在这个颁奖人在讲这个颁奖的引言时候，过火的玩笑话讲他的太太，然后威尔史密斯就在那个当下怒火中烧，然后有了一个行动，就是冲上台打了对方一巴掌。结果这件事情竟然成为了奥斯卡典礼史上第一次的暴力事件，还让主办单位在推特发文说，学院不会饶恕任何形式的暴力。人的怒气真的不能成就神的义哦，很多的时候也是让人失去了许多美好和荣耀。因着这样的作为，威尔史密斯在接下来好几天在社群平台上，在奥斯卡的这个委员会上面都在道歉，完全掩盖了他得到这个首次得到影帝的这个祝福跟荣耀。今天的经文中，大卫也似乎要来到了怒气作恶的边缘哦。他有了怒气，但他有没有作恶呢？人总是有怒气发作的时候，但如何不致作恶，不知道不会变成是让这些情绪来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成为恶事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大卫之所以会这么生气，真的是有原因的，也让我们看见大卫就真的是个人，人都是有限制，然而真的是有主的保守跟看顾，甚至主差派贵人来帮助他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一开始就说撒母耳死了，所有以色列人聚集为他举哀，然后把他葬在他的故乡拉玛。然后好像就开启了一个新篇章，就讲到大卫就去到了巴兰的荒野，在那里呢有一个迦勒宗族的人，当时这个应该就是迦南不是迦南，应该是说这个犹大南地的这个所谓的希伯伦地区，就是迦勒他们所分到的产业。而拿爸呢，可能就是他们的后代，他在这里是个有钱人，而且他有一个妻子叫做亚比该，就是艾比该我们接下来会说艾比该。而拿爸呢，就是在和合本里面说的拿巴，他呢是艾比该是一个美丽贤惠的人，而拿爸却是一个非常凶恶粗暴的人。接下来我们听他们的对话，我们就知道
大卫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听到拿爸在家密剪羊毛，就派10个仆人要去跟他问好请安。因为呢，他们就住在荒野，躲在那个地方嘛。那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当着拿爸他的这些仆人在剪羊毛的时候，这大卫的人马就会跟他们在一起，让他们不会失去什么，被人家偷走东西啊，或者是被人家抢东西啊，保护他们之类的。但是大卫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生活，真的是很需要有人的帮助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在逃难嘛。我说听 Podcast 的人，所以后来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卫呢，他就在那个地方想要透过这些仆人，或许拿爸会愿意分一些东西给他们吃，来祝福他们。然而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拿爸的回答却是：谁是大卫啊？谁是耶西的儿子啊？进来这地方逃跑的奴隶很多，在这里感觉上是不是很像在讲大卫？因为大卫就是从扫罗面前逃跑的那个部下。拿爸这样的一个随意、非常轻佻随意的回应，并且还说他们是谁，其实是非常羞辱人的。因为在当时，大卫其实是有名的人，大卫有名，扫罗也有名。或许拿爸知道他们的情况，也不一定。然而这样的回应是非常不适当的，就好像箴言所说的，言语暴力啊，是触动怒气。他真的被触动怒气，大卫就要他的部下跟他一起配上刀，然后要冲去要去杀拿爸。而拿爸的一个仆人呢，好像听见这件事情，就对拿爸的妻子艾比该，也就是亚比该说：你听到没有？大卫要派使者从荒野来问候我们主人，结果我们主人竟然侮辱他。他们实在对我们很好，从来不麻烦我们，而且我们在荒野的时候没有偷我们的东西，还保护我们。结果这件事情，我看现在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主人和全家的灾难了。亚比该，也就是艾比该，是一个智慧的女人，她就在那里准备了好多的食物，然后呢，要她的仆人，他们驮着这些食物，驴驮着这些食物，他们牵着驴走在前面，她走在后面，而且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丈夫。而今天的经文就来到艾比该骑着驴遇到大卫，而大卫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？他在想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北撩刚的代志？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在想，他要怎样来对待、来对付这个拿爸。经文今天停在这里，但是却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很多的时候，人会因着别人对我们的不公不义，甚至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失落，当下的失落而感到愤怒。这样的怒气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情绪原本就是一种礼物。然而情绪是礼物的原因，是因为它会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。而我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不输给怒气的人呢？有一本书叫做《输给怒气的人，活用怒气的人》，他在里面就有讲到如何成为一个活用怒气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怒气是很正常的事，而我们不是被怒气所带领，而是我们自己能够来掌管这个情绪，以及引导这个情绪走向一个好的方向。上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情绪，可以透过4个方法帮助我们来活用这个情绪。第一个是活用情绪的刹车。面对自己焦躁不安、生气的情况，当问题发生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可以先深呼吸，冷静下来，思考这个怒气，我现在还在生气，我自己很清楚，那我如何来表达出去呢？而第二个是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仍然是一个有品的生气，聚焦在那个跟这件事，或者是应该面对的这个对象上，或许是人，或许是事，
而不是用迁怒的方式来表达在比自己弱小，或者是跟这件事根本无关的人身上。而第三个呢，是从怒转为怒。怒就是当发现自己心里怒气蠢蠢欲动的时候，学习转换它，把它变成努力奋斗有建设性的能量，也就是怒气呢要发泄的时候要用在建设性的事情上。而最重要的是呢，不是用伤害人的方式，不是用怒气来吓人，而是要学习善用精准的措辞，坚定而有礼貌的眼神，与对方进行有效的沟通，最好是能够彼此互利啦。那可能做不到，也是利己不伤人，甚至要达成这个双赢。其实在这个当中呢，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因为其实怒气呢，它的背后很常是跟公平正义有关。然而面对到公平正义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从主来的标准，来帮助我们不自以为意，也不自己以为可耻羞耻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如同大卫他遇见拿八，或许他被触动了怒气，然而主仍然有方法。明天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。然而我们自己面对怒气的时候，针对怒气，我通常都怎么处理它呢？求主光照我认识自己的情绪。3个步骤，第2个步骤，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。第3个步骤，透过这个过程更认识自己。那世谦牧师觉得还有更棒的方法，就是当我们社区教会有开设这样的课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真的也是一个有限的人，也看见真的是因着主你的保守跟看顾，他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，不论是外在的，不论是能力的，不论是内在的，不论是信念的，不论是情绪的，主你都与他同在，如同与他同在一样，主你也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。当我们认定你、寻求你、投靠你，主你也教导我们，在圣灵中你显明我们真实怒气背后的原因。若是这是我们的自以为意，恳求主你来饶恕赦免；若是真的是来自那不公义，恳求主你掌权在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爱我们，赏赐我们情绪，也因着有情绪，我们知道如何来对待保护自己跟别人，也求主来带领在我们当中，真的是因着怒气在很多的时候会有这样不好念头的，恳求主你来洁净这些心思意念，更是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心意更新，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的怒气消退，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离弃这些怒气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正愿主来带领我们真实认识自己的情绪，也善用我们的情绪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。